淨止係音樂咁簡單咯，服裝啦，亦都有佢哋嘅舞蹈啦，同埋佢哋嗰團火啦，同埋佢哋真係會有火嘅，即係喺度拋嚟拋去。上天空去下海，實在太好玩啦！第一次揸呢個小型飛機去做所有唔同嘅嘢嘅時候，我覺得真係好 free 咯，對住藍天白雲，對住一個即係一望無際嘅海，有一種可以同世界 connect 嘅一個感覺。想將我以後嘅表演咧都有返呢啲畫面喺我腦裏面咯。旅遊對音樂人嚟講咧，其實係好緊要咁，攞靈感又好啊，攞一啲創作嘅體驗又好啦，或者即係只不過係一個鬆一鬆頭腦。其實今次都完全冇工作嗰個感覺，有少少緊張嘅，好似真係嚟到同一大班人一齊玩咁樣，所以都真係好難忘，好開心。好刺激啦，好正咯！有半秒鐘我係以為自己係車手。Yeah 如果公司咧向我哋追歌嘅話咧，我哋就可以申請去下旅行，咁就最好啦。